立法會選舉提名期繼續，前香港劍擊運動員江旻憓確認參選旅遊界，而現任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就報名參選選委界。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剩返3日，繼續有人報名參選唔同界別。巴黎奧運重劍金牌得主江旻憓報名參選旅遊界，將會同文化體育旅遊協會副主席馬日超競逐議席。從全職運動員退下嚟之後呢，我就踏出咗自己嘅舒適圈啦。咁一直覺得跟住之後更加發現到我哋嘅體育精神係適用於所有嘅界別。而我作為運動員，一直係好努力咁樣希望攞金牌為港爭光。如果我唔做運動員之後，我都好希望可以繼續吸引多啲人嚟香港，因為我哋嘅業界同我嘅業界一樣，我哋相信香港，相信業界，知道我哋係超級有吸引力嘅，全世界都應該過嚟。Thank you。早前傳出江旻憓原本打算出戰地區直選，但因為持有外國護照而轉戰旅遊界。係咪有加拿大會參加呢個旅遊界啊？所以先嚟揀一個旅遊界啦。你點回應呢一樣嘢？係，我嘅加拿大護照已經申請放棄咗㗎啦。現任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就轉跑道參選選委界，被問到係咪為江旻憓讓路，佢咁樣回應。即係運動員咧，有堅毅嘅拼搏精神咧，呢個事實上係對於即係喺我哋，尤其喺我哋各行各業喺個逆境當中嘅時候咧，呢啲毅力係非常之重要嘅。入立法會咧有3條跑道嘅，3條跑道咧就好似我哋而家我哋機場有3跑一樣。其實咧最緊要條條跑道都暢通啊！咁我今次咧決定係從呢個選委會界別，就希望能夠用一個更加高嘅格局，用一個更高嘅視野。希望咧能夠凝聚更多個力量。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將會喺11月6號結束，至今已經超過150人報名參選。說在線記者蔡卓俊報導。